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7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是初一，祝大家新年好元气，新春恭喜。再来27秒，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年洪天宫一个少年家抢着头香，也那调天宫甲茶城福安宫是大家做伙拜拜，大家拢摕头香的意思。初一高速公路路南开始要车阵，估计今仔日各道的交通量会有122万车公里。卫福部鼓励医疗单位甲药房过年提供服务，有法奖励金，希望保障民众就医甲用药的需求。参会围路了后，真侪人的重点就是参加抢头香。新港洪天宫抢着头香的是一个22岁的少年家，去年同款嘛是伊。伊有发愿讲希望连续12年会当摕到头香。也那北港朝天宫、茶城福安宫是大家做伙拜拜，意思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摕到头香的意思。吉时节到开庙门，穿青色顶冠纱的查甫人冲出来，争做家己新港洪天宫的头香得主。看可不可以每个生肖都得到，希望不要再那么多要打火的事。伊22岁是当地人，也是至少连2年抢得头香，也发愿要连抢12年，希望积满12生肖。早那是围炉伫团圆饭食完，真侪民众到庙来上香。婚姻北港朝天宫约伫真侪人，庙方呼吁大家唔通烧钱，因为每一个人围炉未到庙来拜拜，拢是头香。这安全问题吼，这拢是吼，咱每一人对马祖母吼虔诚的第一上香。全台香火上旺的土地公庙之一茶城福安宫，为要避免以外烧钱，也采取共同参拜、共享福气的活动，邀请大家同齐排队上香。过年一个红包，表示大家新年快乐甲平安。庙方推广人人拢是头香的概念，也互民众唔免为着抽头香奖金来走总。昨日为了暗时7点半起开放信众领摸彩券，限量土地公招财纪念币甲100块发财金红包，互大家伫平安有特殊的气氛中迎接马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正月初一，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杜英泰透早去庙的参香分福地。总统阁一届甲那边立委发声，讲希望赶紧通过国家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甲国人同胞拜年，正月初一，总统赖清德透早就到万家良善寺拜拜，针对国家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直立反映卡条的，总统阁话在野立委爱赶紧通过。咱去年的经济成长率真好。股票的表现嘛真好，经济好，咱爱通过国家总预算，安尼互咱的经济更较有力量，会当进步。赖总统参香行程真满，行政院长杜英泰透早先到目山的中顺庙拜拜祈福，赶快希望台美贸易协定国防特别预算立法院新会期会当顺利完成审查。去年1整年大家很努力，说台湾现在是正好的时候，无论是对外。或是我们内部的经济发展，明年顺着这个风，顺着这个势，百工百业再冲一波。要参选新北市长的民众党主席郭昌再去到新庄武圣庙参拜，伊讲已经甲李四川通话，针对新北未来愿景交换意见。国讲民主政治是君主之争，若是国防特别预算一定会理性审查。他们是已经经过国会同意要出售给台湾的话，那我们也会站在非常理性的立场。针对台湾国防需要的部分纳入一并来加以审查。我们也成功争取辉达顺利落脚台北，不只是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对台北、对台湾来讲，整体产业经济的发展再注入一剂强心针。前次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甲赖总统同款到龙山寺参拜，强调辉达选题博士科是为台湾整体产业发展，搁加入一支强心剂，也希望万代线明年就会当完工通车，带动整个发展。记者采访报道。咱赶紧来看交通的消息。今仔日高速公路路南有的路段透早就开始约车阵。高公局预估，今仔日各道的交通量会有122万车公里。咱若天气的方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宜兰规工是淡湿搁凉冷。咱若北部、东部拢有稍稍啊雨，东南部嘛要注意，早暗温差会较大。
民众走出室外，加踏挂头穿较少的。台北车站外口，天顶规个蒙蒙蒙，正为7月7日北部宜兰规日偏凉，桃园以北甲东北部地区也有局部零散落雨，中南部要注意早暗的温差。北部宜兰整天温度比较偏凉一些，高温只有18到20度左右。花莲的高温也只有22度，就是中部的地区的高温大致上可以来到24度。那在南部地区的话，台南大约在25到26度。这波东北季风影响7月7日，西北部各地低温达24至17度，东北部是大约18至20度。初三天气好起来，温度回升。也不过部分国道路段透早已经出现车阵，到早起9点，国道的全线交通量有23.58万车公里。高公局预估，将为7月规日的国道全线交通量会来到平均一日1.3倍的122万车公里。国道1号南向的杨梅端到竹北路段车流量有比较大的情况，国道3号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路段目前也是车流量相对集中的路段。中区的部分车流主要集中在国道1号的彰化路段，国道5号的主线部分车流是大致正常的。7月开始1连3日，会是国道南向的尖峰日。17个重点较会塞车的路段有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高山南向中湖到关西，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高公局预估，伫下到5点之前车流量大。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正月初一，真侪民众拢会出门行村。伫台南的正统龙耳门圣母庙，为今仔日开始开放，予大家望春牛，讨一个好吉兆。另外，南昆新大天府嘛抽出今年的国运签，今年是中上上签。庙方解说讲，咱的经济甲民生今年拢会比去年搁较好。初一透早，庙内是吵，真侪民众来庙行村，祈求新的一冬平安顺遂。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特别设7星平安桥，有软桥卡，信众排队来祈求。那庙埕有一只春牛公，这庙方是照饼五天干地支落去做春牛甲帮神，民众哪望牛哪念吉祥话。当然就是身体健康嘛，然后赚大钱，就是一定要早上一大早来过这平安桥，来象征着说我们新的一年就是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比方讲，农业社会时阵，牛是对咱农民上较有帮助的动物。即阵用望春牛的仪式，一直到元宵会办抢春牛，要互大家求一个好彩头。望是你若烫正脚，就是表示今年较有雨水。圣母庙望春牛吼，你也就讲望牛头，子孙就会出头啦吼。啊，望牛角吼啊。财产会稳当当。镜头来到南昆新大天府，计时一到中昼11点开始拔杯，抽今年的国运签，抽到第10支连续3上杯在在。今年是第13首，庙方解脱是中上上签，参今年元旦抽的吉祥字旺上合，认为整体经济民生拢会真好。好像正日头嘛吼，但是你若是讲日头了后，就暗时啊嘛。但是甲看嘛讲足好呢，等于讲规暝规日拢好呢。哦，这个新得意哦，拢看得出来，在中间整个吼，咱的发展也好，民生也好，经济啊，咱百姓也好，你今年呢会当讲非常的旺。过年期间，全台湾的庙宇香火拢正兴。新年头一天，真侪民众趁好天出外行村，大家拢盼望新的一冬拢好运连连，万事顺利。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瑞士的阿尼比苏山的山区，昨会发生一架火车败冷的意外。出动时，车顶包括工作人员也有乘客，拢总有29个人，有5个人受伤。初步调查，可能是发生崩石，这石甲铁基路砍掉的，才会发生这个事故。为空中看落去，海拔1216公尺的瑞士阿尼比斯山区城镇高本斯坦，伫大雪当中已经变一个银白色世界。发生列车败马的事故迄当时，这个所在拄啊是崩雪警戒第2关顶级，也就是5级当中的第4级。列车真有可能就是出崩溃时阵，规大片雪崩落，熊熊甲铁基路塌去，唔再发生败马。Also heute Morgen kurz vor der 7. haben wir die Meldung bekommen, dass auf der Zugstrecke zwischen Koppenstein und Hotin ein Zug von der BLS ist entgleist. An der genauen Örtlichkeit ist das beim Austritt von der Stockgalerie passiert. BLS 是瑞士加纳斯联邦铁路的第2大铁路公司。意外发生迄当时，列车顶有29个人，5个受伤者当中，敢若1个人红送医治疗，其他拢安全脱离。
根据官方统计，瑞士人是欧洲人内底平均坐铁路里程上悬的国家。国家瑞士因为有真密而且时间真准的铁路网络真出名，向全球的铁路迷来遮坐建设真水的铁路交通。哥本斯坦是当地公路甲铁路运输的重要城镇。这件邦市造成的列车事故，使得哥本斯坦甲布里格中间的铁路交通暂时中断。另外，我近法国甲瑞士边界的意大利贝隆峰山脉，礼拜早拄发生一件邦市造成的意外事故。3个出事人伫库马亚附近的瓦尼维尼山谷，一个出名的自由出事路线活动的时阵，刷去邦市台起，有2个人不幸死亡。这一礼拜来，意大利山区拢总有13个猝死、爬山加健行不幸死亡的人，创新历史纪录。其中有10个人都是因为放射事故死亡。意大利关山救援人员讲，这阵的风暴带来新势，搁加强风形成的这势，加进脆弱内底沿砍去，使得法国、瑞士加奥地利这个半科山脉煞变做真危险。公视新闻洪如梅编译。张惠围炉食团圆饭，大家心情是拢不了欢喜。不过，也受有个所在传出意外的消息。伫中华有一间做 AI 的工厂，昨昏暗时7点外导火，加在这火差不多2点钟就已经拍花，嘛无人伤亡。也若伫个苗栗是发生森林大火，那像是有民众放烟火引起的。另外，伫个台中，今仔日透早有一对翁仔某，那像冤家了后，就发生火烧。发现这个翁婿的时阵，已经明显死亡。也若因牵手分尸顶有90%拢烧着伤，苏当时已经赶紧送病院。火一直为3楼的窗仔往外口冲出来，消防队赶去现场，随油水线灌救。17透早4点多，台中市东区六业路一栋透天厝发生火警，因为位置巷仔内，佫是联动建筑，都惊火势扩大，当地住户拢惊甲唔敢佫困。阮是听到嘣，敢若像个大弹啊，爆开足大声呀。3层半的建物，RC 结构，那在3楼已经全面燃烧。那现场。我们4点23分受理火灾，那我们现场4点37分火势就控制，4点50分火势扑灭。消防队大约20分钟就将火拍花，也毋过44岁太太全身90%3度小烫伤，奉送医急救。51岁先生伫3楼发现时已经明显死亡。厝边讲火警发生进前有听到2个人冤家声音。有听到争吵声吗？对，听到声音而已。家庭有一些因素，但是我还是不便讲，因为毕竟这是人家家庭，又遇到这样的状况，而在大年初一，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家属。这件火警原因，警消人员需要调查厘清。中华卫路媒也无凭证，火大一间海博的工厂昨日暗7点多发生大火，因为厂内放大量可以烧起来制作原料，火势真猛。2点钟了后，火势才控制，好佳在无人伤亡。另外，伫苗栗西湖卫路媒也发生山下大火，民众所翕的火警影像，也可以当看到边仔继续有人咧放烟火。当地离主要道路真远，消防队抢救困难。7点钟了后才拍花。苗栗县消防局统计，16早起8点到17早起8点受理21件火警通报，多数拢是杂草火警，检判亲像拢是放炮啊、烟火所引起的。记者综合报道。2022年9月18日，地上发生大地震，造成花莲南区的灾情是不了严重。玉里高寮大桥嘛，因为安尼放弃。经过2年半，中间的进度是已经完成98%。因应新增的连续假期，高寮大桥昨昏提早开放通行。路中提早中建2年外，玉里高寮大桥总算16早起开放通行，这对在地乡亲来讲真重要，因为桥倒去了后，河川内虽然有便路，啊，毋过若拄到落大雨，也是风台就会封起来，大家都爱洗真远。通车等很久嘛？对啊，等很久。那现在通车之后会多方便？就特别方便了。很开心哦，过年前通车。到对岸去买东西的话很方便了。高寮大桥伫2022年9月18日地上大地震的时阵倒去，中央开将近10亿，伫113年2月开始原地重建。工程进行的时阵，煞拄到几落界风台，加时间变道冲歹去。不过，施工单位也是拍拼克服，而且进度超前，让在地乡亲真感动。高寮大桥是位处在我们地震敏感带，那么要原地重建，那么无论是它的这个地质测定以及这个建筑的这一些规模要做到怎么样，其实是需要非常谨慎的。那么
目前这一条大桥的重建已经完成了98%。丁公寿是讲，高寮大桥是对在地的商业、交通、农产运输，也有民众办代志正重要的大桥。通车了后，会当连接河东地区193管道，也有河西的大桥线。目前敢若村收尾工程，1.5月就会当完工。记者采访报道。最近天气变化大，黏咪寒、黏咪热，尤其是连假的期间，大部分的医疗院所拢休困。今年卫福部为了鼓励医疗单位甲药房过年提供服务，有发奖励金，希望会当保障民众就医甲用药的需求。这个是鼻炎药，然后这个是眼药水，用药没有过敏？没有。没有，好，没有请帮你看哈。旧历年假第4日，将会初一，透早就有民众去药局买止泻用药。春节天气变化大，较接有食饭会，加上多数医疗院所休诊，民众若突然身体无爽快，社区药局将做求助的第一站。对，就是觉得这样很好。那年前比较忙嘛，在自己也比较忙，然后他们这里也比较忙，所以就出一个来。有，这今天其实还是非常踊跃的，因为连假长达9天，包含昨天除夕，其实昨天也是有几十个民众来药局买，像感冒药还有肠胃药的状况。2026年旧历春节期间，卫福部鼓励医疗院所提供服务，部分药局为年头暗甲初6营业，药事服务费加成30%至100%，统计维度至到初4，比去年同期增加800至1400件。带动我2倍开诊量，全国达到2000至4400件，照常提供服务。也不过数落来初2、初3，就是往年急诊人数上侪时段。礼拜天的当天的全国的急诊量大概在3万人次左右。那我们看去年的最高峰落在初2，是大概在4万5千人左右。所以这个量能上，我们还要再观察。卫福提醒，假日轻急诊中心 UCC 为初1开始提供服务，会当疏解急诊人潮。第一3药师也提醒，民众若有慢性病用药需求，春节期间有会当摕慢性病药单去药局领药确保用药袂中断。记者综合报道。在新者年假的期间，若雄身体无拄好，需要互医生看，大间病院急诊的人侪是塌塌甜。即马6都拢有成立轻急症中心，透过分级分流，保障民众就医，嘛较袂去影响到病情，因为排队的关系去影响病情。街道店头大春仔准备过好年，毋过过年期间食鱼食肉，若是身体无爽快，附近的诊所阁无开，敢要去急诊，互真侪民众真为难。实际上，应过年连假期间，各大病院急诊室根本是逐工拢客。过年的话，以往在医院的急诊通常都是水泄不通，通常除了病人，当然病人很多，然后就医的民众也需要久候蛮久的这样子。有医师想到较早过年支援急诊，捌1点钟看100多位病人，上济就是急性的肠仔炎。不过亲像一寡简单的外伤，定看到发烧，也是以上呼吸道为主的流感，甚至是旁受性组织炎等等。今年过年都会当伫轻急症中心 UCC 来处理。蜂窝性组织炎，这需要赶快用抗生素治疗啊，但是你在药局是买不到抗生素的所以在 UCC 就可以处理。那另外还有常见就是所谓的泌尿道感染，然后这个小便会痛啊，血甚至血尿。那最后一个就是常见就是急性肠胃炎啦。主要受轻度、中度、急性症头患者 UCC， 伫假日甲连续假日提供医疗服务，收费比照基层院所急诊的挂号费，希望透过分流改善第一线医学中心甲区域病院急诊客满满的情形。假设一天可以看40到60个病人，那我们这附近大概就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跟联合医院、忠孝院区，还有3军总医院。那平均一个地方，它就可以少10几个病人、20个病人。不过，即马也有真侪民众唔知影啥物是 UCC， 医师观察看诊的量目前也无真侪，但是主要会来的是会晓查手机族群的少年人，也有住伫附近的民众。一般常用的慢性病的药品、三高的药品，我们这边也都有准备。如果在过年期间，有药品短缺的状况的话，其实这边都可以来做开立。不过病院也提醒 ，UCC 并不是24点钟，无法度处理重症还是紧急的手术。过年看病，得要好好判断，选正确的资源，唔能互家己唔免等遐久，也当甲急诊留互真正需要的人。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时啊，有真侪人拢会食乌鱼子。咱的新闻内底，咱要请专家来教大家安怎拣品质好的乌鱼子。不过嘛，提醒乡亲，乌鱼子是真营养，不过胆固醇低，而且食落较大颗，拄好就好，唔通食了过多。
表面稍微起泡就好啊。先有烧酒浸过，搁用火烘一下，连面地闻到乌鱼子香杠杠的气味。过年有袂少人拢会穿乌鱼子做围炉食材，专家也教大家安怎分辨出野生甲人工饲的乌鱼子倒位无同。野生的伊食量伊个成长较慢，食较无遐丰富所以讲一般咱煮出来这乌鱼卵来讲会较呈长三角形。因为咱饲的这逐工会食足好的。食足肥的饲料拢供应充足，所以讲拢比较呈这个椭圆形。专家讲，民众咧买乌鱼子的时阵，买当对外观看出乌鱼子的好歹，食起来口感差真济。选这清澈透明，这血丝爱挂有清气，因为咱讲血丝嘛有肥的物件，基本上会较臭臭。所以讲咱伫做的时阵，往往这血丝爱挂有清气，看起来晶莹透彻。乌鱼子真好食，不离个营养师嘛提醒民众，100公克乌鱼子就有233大卡的热量，千万莫因为好食，一摆食伤济。100公克左右的一个乌鱼子啊，它的钠含量就有将近1000到1200毫克哦，相当于我们吃了大概2.5到3公克的食盐。心血管疾病的族群、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有高血压以及肾脏病的个案，在食用上都要特别注意分量的部分。另外，营养师也建议民众咧煮的时阵，慢慢长时间高温料理，才袂影响到乌鱼子本来营养价值。过年团圆食较青草，营养师也提醒，食鱼食肉也得菜价，才营养更健康。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过年大家大鱼大肉是食到不了青草。咱若伫咧丹麦有举办一场真特别21公里的马拉松，参加的人伫咧沿路的补给站，甜路是在你食。有人就形容讲，这是哪走哪食好料的马拉松。300人伫真寒低温的哥本哈根参加这场半马拉松的活动，沿路考验毋但是体力，也有腹肚内底用食偌济食量。停设8个补给点，提供北欧传统庆祝狂欢节，常常用的八大果酱甜棒，也有瑞典狂欢节甜棒塞莫拉。有人伫每一站停落来，摕这点心翕相，食搁继续上路。只竞争胜负的紧张，加一寡用这会友的欢乐。有人讲，这可能是伫咧走的生涯当中上甜蜜，也是上最后的一摆。Love like pastries. And I also like to run, so it was like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It's going to be tough. It's going to be super cold, but hopefully some Festlandspålar can keep us warm. 但每今年的狂欢节伫2月15，暗过节庆点心，1月点头都已经准备好。一间饮料公司串联哥本哈根上厉害10间点心店，发现路线长度21公里，都是半马拉松，都举办这场活动。去年近8,000人报名。暗过干来100个名额，今年开发2条路线，总共是300个名额，吸11000人来报名。People really enjoy these things that are kind of in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 It's like a special period. You can only get it at this time of year, and that makes it extra special. And everyone has to try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冲过终点线了后，还佫用食一份布里乌胖。有参加人笑讲，今仔日热量严重超过标准，下一顿可能要等到明仔才佫讲。啊，毋过这一切拢感觉真有价值。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预报。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7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0度至19度，还佫有这3日的气象。新正年头，祝大家万事如意、平安欢喜、心花开。
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